作镇定。没关系，你就躺，我们自己会进。17听到。对啊，来不及了，他来不及抓。他一直在抓自己的错误。不是，因为我也看到。来16，这里投16哦。一个小节。我们下去一样是这样，一样走现在路是站的那一条，这样子下。我们坐后面。位呢，即台平安。头前搁足侪位呢，后壁拉完是你往前走，往啊，刚刚拢身体变掉去。后面3排我们不要坐人了，好不好？往前坐，因为前面都是空的，好不好？好，往前坐。各位呢，这第六。他们发生好不好？对吧？我们公布了，后边还有那些，好了，我这个大家过了好不好？有闲好不好？好，等下，回声好了，
做电话，来回手，三个红手，我手实在无乐，我手实在无乐。好，我们请思琴帮我们唱一下。后面的弟兄姐妹往前面坐，我讲台语听无会讲吗？来，我心心来了，因为上帝话语，用我心了面的梦，相信心里天主。你知道？上帝话语，向我。兄弟如花最红，那道的山那地的国家，先都如爱人归顺。后来第四个用咱们讲，亲像父母，一定都是这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只是来庆贺上帝话语，咱礼拜新做咱今仔日的礼拜。咱请咱教会兄弟姊妹手机关机来调成震动，咱来安静1分钟。
请插讲。上帝啊，求你可怜我，我的心要投靠伫你，我要投靠伫你的膝骨的底下，听后才会知会会经过。只是咱请今日用圣诗35首，圣诗35首用全首。兄弟因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的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有生命，但天主，以对信心祷爱，对在世路上的知识，以稳定来过的爱属后，并起点信拜中荣护，在沙地为之下用的话，今天。他在遗传里的被受的被化变，
也对两个来希望我的喜人，我信心，我信所我教会，信徒的上好，最下面有配有多，因为我们咱请坐。咱就是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咱来看启文18篇，启文18篇，我来去大家来念。主啊，你国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对甲世界你也未作声。你互人归土。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你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你的大生气，阮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伊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由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妖花要到几时咧？由你倒转，由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由你照你的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的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路不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美妙徛伫阮的顶面，叫声，阮的只有所做当愿你的道义。咱只是来暗头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你带领阮来到你新的圣殿，做伙敬拜、敬拜，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由你互阮智慧，互阮伫生活、工课、甲服侍、甲家庭中间，拢会当选择合你心意的道路。因为你讲，你着勇敢、壮胆，毋免惊吓，因为你无论到倒位去，摇花你的上帝拢甲你伫咧。主啊，阮若要特别为着教堂的修缮来祈祷，愿你来供应一切所需要的资源。互工程会使顺利平安的进行，互阮的圣殿会使请做更较侪人的祝福。就敢若诗篇所讲的，厝地若毋是妖花建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教会咧推动鼓励兄弟姊妹为了教会修缮，7天的定食祈祷，求主互阮咧有祈祷的生活。主啊，你的话语要入去阮的心中，要更新阮的生命。阮若要为了无钱来推动教会的用小组福音的时间来祈祷，求主你赐下，互阮有合一的心，互每一位同工拢有爱心甲智慧，互阮勇敢的拍喙，关心新的朋友，带领更较侪人来明白你的问题，因为你讲。通事成的是济，做工的是少。由你兴起阮正做收割的工人，兴起教会更较济的同工。感谢主，你垂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的不足，只是阮若要用主导文来做阮今仔日礼拜的开始。阮伫你的内，万你的来时，你的讲明啊，你的指引啊，你的指引你，阮的日子。下面好不就按下面我的说话，就叫他人来看，因为老阿里跟都是大家。
即时来读上帝的话，咱来看约书亚记第9章19节到27节，我来读。将正首领对全会讲：阮已经指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对因咒詛，当咱毋通恰着因，咱着安尼款待因，容阮因活入，惊了咱为着所对因的咒詛会生气，到地海。首领阁甲因讲，着容阮因活，对安尼，因就会甲会众做破船甲劈水的人。照首领所甲因讲的话，约书亚叫因来，甲因讲，写书骗阮讲，阮离开你真远啊，其实恁是踮伫阮中间。当恁是受上主的，恁中间最落在的因无断，互我的上帝下边最破柴劈水的，因约书亚讲，因为有人发誓报你的路仆讲，耶和华你的上帝，捌命令你的路仆摩西，将遮个全地赏赐恁，也伫恁的头前早面遮个所在一切徛起的百姓。所以，阮因为你的缘故，惊了无命，才做遮个代志。当阮伫你的手头，你看最好、最正直的，照安尼来行，来款待阮。约书亚就安尼款待因，救因脱离以色列人的手，所以因就无杀因。就迄日，约书亚互因甲会众甲耶和华的坛做破柴甲劈水的人，伫因所要去的所在，甲今仔日，咱即时来请圣歌队导落处。
感谢主，信歌队安尼水歌声鼓舞上。咱即时来要请咱两位姊妹来遮上台，甲咱来做见证。咱第一位咧杨小文姐妹，反正是即马是接待组的小组长。哦，即马接待组来已经开始办幸福小组，刚讲拜托暗时几个新朋友来甲伊小组参加幸福小组。咱第二位是简英培姐妹，目前伊是咧香国树小组内底，甲咱杜牧师参加几落摆。做咱的幸福小组的同工，我相信上帝的这两位姊妹，伊身躯顶一定是做侪有美我的祝福。咱即时来请咱的杨小文姐妹，咱苏成 A 来顶头，甲咱分享伊的见证，咱掌声欢迎。好的，我先来个开场白，缓解一下我的紧张。昨天门训的时候啊，其实牧师就有问说，我们这个礼拜禁食祷告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说10迟那10快，所有人都马上低头，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低头的比较慢，就跟牧师对到眼这样子，然后牧师就迫切的眼神看着我这样，那我就很胆怯的举了手，然后就做了一些简短的分享。那其实我觉得我不要讲过去。其实我想说的是，分享我领受了什么，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难。比较让我站在这里觉得很挣扎的是，要讲说我的内心戏跟一些小剧场，是我对于这个禁食祷告本来的想法跟我后面的改变这样。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说2个礼拜前到3个礼拜前，牧羊组的同工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那我也很快的从牧师那边收到每一天的祷告指引。那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想说，又要禁食祷告了，我真的很不想要肚子饿这样。我有祷告啊，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规矩祷告？就是这些很多，我在猜神不是很喜悦的想法，就一直来烦我这样。那可是神也很幽默，因为我是同工，而且要负责发每天的祷告指引，那就要教导啊、排版啊，确认就是发出去的，大家都没有问题。那在做的时候，心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小抱怨，就觉得幸福小组已经这么忙了，很多事，然后点的，就会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嘛。可是我还是很认份的，就乖乖的去做这些排版的动作。那做了，因为我是所有的东西都预先做好的，所以大概在弄到第1天、第2天、第3天，在我可能是在之前做的。弄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突然大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出来。我就想说，我每教导一次，我就再祷告一次。我已经祷告多少次？因为那个职业病、强迫症，就一定要确认没有错别字这样子。然后我就笑出来，然后我心里面的那个挣扎、那个不爽、那个觉得很累的感觉，突然就消失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这个转变这么快。然后我就开始很甘愿的就开始看，祷告指引经文是什么，就开始真的是细细的看进去。经文讲什么？对，这个在讲我。然后那个祷告指引按在肚子祷告，按在头祷告。对，这个是要干嘛干嘛。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到底是在不情不愿什么？这样，这个是我这个第一个的挣扎。那再来是会觉得是说，好，我有祷告，那这样应该可以交差了，还是不是很想进食？因为我真的很爱吃，而且胃口很好。而且我以前禁食祷告的经验是觉得说，因为其实真的1餐2餐不吃好像还好，因为有时候168或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要做不是很挑战。可是我以前禁食祷告过的是，我是挑我最爱、最痛、最没办法割舍的咸酥鸡跟炸鸡，反正各种的炸物，我大概禁食大概有40天，超过40天我就不吃这些东西，为了帮我一个生病的、很在乎的人祷告这样。然后那个才是我觉得挣扎，我觉得禁食祷告就要这样，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才是这样。那可是那一天就应该是像就是这个礼拜的前几天，就是幸福小组快要开跑前，真的是很多东西很忙，然后情绪很满，然后那天又特忙，又饿又累，因为也没吃这样子。
就觉得说，哇，突然有一个想法说，不行，我真的需要祷告，我不要再靠我自己觉得那个职业病又出来了，说哦，这个一定要这样做，这个一定要那样做，然后超前部署，什么都弄得好。我说不行，这应该要先寻求神吧。那个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很强烈，它就出来了，就说我要祷告。那我就好祷告。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想法说，那不然为了祷告有效，我再进食一下好了，因为很饿，所以那次的进食对我来说是挣扎的。那我就下去了。我就开始祷告，在那个祷告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原本浮躁的情绪慢慢的安静下来。那我那些很搅扰我的，就是比方说让我情绪很满，容易生气，然后还有可能不容易睡的情绪，就是会有失眠的问题，这些东西，突然那个就被释放了。那我在那个当下，在跟神的祷告当中。那是一个我很难具体形容，就是用我有限的言语很难形容说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被神的爱包围，我的外面可能很声音，就是有车声，有就是环境的声音。那但是我的这个圈圈里面，就是我有一个泡泡，这个圈圈里面很安静，很平和。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功夫熊猫什么 inner peace， 不是那个，是你觉得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很稳的那个力量，然后就有一个暖流，我觉得我是被爱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突然就心里面交出来，我跟神说，我承认，我跟他说我需要祷告，我需要这个安息，我需要你。那在我愿意承认的那个当下，真的是眼泪一直掉，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硬的人，我常常用我自己的做事的方式去做，我觉得被赋予我的任务，不管是服侍或者是教会以外的事情。可是神说不要依靠势力才能，我知道啊，我也会背啊，但常常都没有真的做到，就是好像感觉说我要信靠神，可是我只有信靠一半，有些觉得我可以做的，我就拿回来自己做，我就没有再交给神。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觉得神透过这个礼拜，在这2次就是愿意祷告的这个事情上，跟愿意进食的这个事情上调整我，真的是要完全的寻求他，信靠他，是相信他是全新的信靠，而且在那个里面，我突然感受到。就是相信他，相信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会变成一个信念，就是支持我里面愿意持续的、很稳定的，然后有耐心、不受情绪起伏的去做神要我做的事，他喜悦我做的事。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今天真的要分享，我也很难真的说出，我到底领受了什么。可能或许我的不顺服也被神稍微再提醒一下，这个也可能是我要一直要面对的功课。不见得这次我就对付好了，不过一次胜过，我或许下次更容易胜过。我在想，我最后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透过祷告、透过进食、透过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我在这个里面我享受到神，不管是他对我的医治，他鼓励我、安慰我，他与我同在的这个美好。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也是我今天最想要分享的。好，以上简单说明，基本上跟我的稿好像没什么相关，但谢谢神的到来。谢谢 Anne 用他的个人的进食祷告、定价的祈祷来做分享，跟多甲真正伊讲，多甲上帝做一个连接。所以讲。定食会祈祷对我来讲是足困难。原来刚一天食3顿是足正常，所以有当时我家己知是定食，结果中昼食2份回来，刚报知是2份安尼。所以求上帝互咱有够有信心安尼，多甲上帝来相处。咱就是咱请后一位就是咱的义妃姐妹，来甲分享吼。感谢主伊甲嘉禾弟兄姐、阿妈某拢教我这个比赛。就边边，我刚刚在下面，因为我坐边边，我不太敢看这边有十字架，
所以我尽量看外面。因为昨天上那个门徒训练课程，那当然就会比较轻松嘛，比较自然，就是讲禁食、祷告和领受。那昨天临时，卓牧师就说要不要上台分享？其实上台分享不太可能，我可以在小组或是教室这样子分享，比较轻松，比较自然。你要我准备好稿子，然后要上台讲真的，很像演戏，我觉得啦。当然不是，要先预备好。所以怕脱稿演出，我还是就是准备了笔记。那我其实我真悟道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台语歌感动，就是一首就是什么长点的白天气，无天开什么，我是被这个感动的。我也开卫生纸。然后我其实我的婆婆是讲台语的，伊讲台语，我听得懂，我 OK， 但是我讲台语是较袂晓讲，所以我对台语也会有一点这种好像有触动人心这种感觉，所以我昨天说我可不可以负责国语堂，我不要台语堂。因为我一直觉得应该要来一点台语啊，可是不要够，所以我以下的分享我就用国语。弟兄姐妹平安，我照本宣科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分享禁食祷告的领受。过去对于教会推动的禁食祷告，其实只是讲说能参与在其中就好，也不会有太多的期待。感谢神，因着去年教会推动门徒训练课程，每周要抄写经文。在抄写经文的时候，圣灵一次又一次对我的心说话，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就给丢，悔改认罪。在一个很渴慕的心情下寻求神，所以决志参与这次的禁食祷告。我决志参与。那星期一第一天中午禁食，通常我先听诗歌，敬拜赞美神，然后再将当天牧师提供的参考经文抄写一遍。那边抄边思想。那因为抄经文是在我们门徒训练课程训练出来的，最后默想，透过抄写的经文检视自己的生命，将所领受的记录下来，并放在教会禁食祷告的群组中。就这样的模式，从星期一到星期四都是如此。到了禁食的第5天，我依然中午禁食，一样就先听个诗歌，然后抄写当天的经文。正要抄写经文的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我就从阳台讲电话，从阳台讲到客厅，客厅讲到厨房，厨房再讲到阳台。就这样讲电话讲了2个小时多，过去从来没有跟妈妈可以讲电话这么久，在电话中突然
提到有关家族祖先的咒诅，当下我有震惊了一下，心里想说：这不是我第3天的禁食祷告主题吗？我跟妈妈分享，刚好这周是我们教会为着修缮来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第3天的主题是破除家族历代的坚固淫累和咒诅。过程中，我跟妈妈用母语聊了有关神的事。我们的母语神叫做五度，五度就是神，它也是灵。我们在讨论的过程、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说，我们要破除、砍断这个邪恶、黑暗势力的咒诅。这个五度，它可以从天上，它是天上来的爱，可以化解、平息一切的仇恨、纷争，所有的黑暗权势。感谢神，在那2个小时，我与妈妈有美好的交通。最后，我将那4天禁食祷告领受所记录下来的传给妈妈看。我跟妈妈说，要为过去家族历代祖先的坚固淫累和咒诅带到神面前。只要出现了，我们一个一个的悔改代求。这是禁食祷告的第5天。虽然没有按照前4天我自己的计划，一样要抄经文默想，然后领受，再上传到教会的群组里面。虽然我第5天我没有按照没有这个计划，但我想这就是神的安排。神总是不在人的计划中，常常是神来一笔，要我知道他是神。在禁食祷告中，我察觉我的胃限制了我，因为我会饿；我的大脑限制了我，因为我一直想着要吃东西；我的眼睛也限制了我，因为我看到桌上的食物；时间更限制了我，我要等5个小时我才能吃晚餐。神限制了我生命很多的作为，但我虽然明白有一个有限的生命，我被肉体限制住了，但有一位无限的神在我的生命里，我很感动。我只有安安静静、谦谦卑卑来到神面前，这一股安静却有无限强大的力量，是我重新得力的来源。或许这就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最后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谢谢。谢谢梁小王姐妹跟陈一飞的机会哦，因为敬食会祈祷看到上帝在因身躯顶的作用，这是因为一个经文回应2位大的见证，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就圣灵降临在恁的身躯，恁要得着困难，要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最外的见证。感谢主，咱教会有一个祈祷的文化。咱这是来邀请咱的本堂的教会杨顺文、杨成恩牧师为咱来讲信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动人的见证激励咱每一兄弟姊妹会当透过敬者的祈祷的这个操练，不将2位姊妹在做信仰见证分享的时，真心会当受，也就是
咱的境界并不是苦行僧迄款的境界，咱的境界是咧更较专心、更较安静，为着即件代志，伫咧遐咱安静请做上帝的旨意。所以毋是讲我境界1顿、2顿、10顿，上帝都一定会安怎。所以这咱爱清楚了解，是更较清楚、更较用心、专心，伫即件代志顶悬。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咱辛苦啦状况会使，咱来锻炼，咱来做点练习，我祝福互大家咱。感谢上帝，这是咱第2礼拜伫咧新的礼拜堂、3、6个礼拜堂来聚会，有啥物款的就共款的感受，真好吼，真快，真舒适。所以咱嘛爱维持吼。我知影永光教会20年，因的新堂起好了后20年嘛，都无说捌伫遐做啥物事，差不多吼，差不多20年。因的主堂、礼拜堂维持甲真清气，所以我知影咱的文化，咱若看2楼的教室，也是讲咱聚会1楼的教室聚会，咱就会当看到每一边聚会所吼，就不会完蛋。迄个纸屑、垃圾嘛有，这是咱的文化吗？毋是，毋是啊吼。是毋通讲咱会当维持咱环境为外在到内在，咱学习安怎样祈祷，学习安怎样境界祈祷，咱嘛学习为外在对内在，为内在对外在，拢一致一致，安尼才袂互诈骗集团骗。今仔日个题目，无互诈骗集团欺骗。咱今仔日看到圣经顶面，其实有真侪诈骗的故事，对不对？为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咱即摆看到，今仔日看到的这个约书亚记第9章19节到27节，当以色列百姓占领耶利哥城了后，甲爱城了后，咱一连串老师因为伫讲即个，我要将约书亚讲好了吼，所以爱城占领了后，因听到。这个伫迦南地，这个消息传开了后，迦南地逐城的这个王啦吼，阮自底就带伫咧这个迦南地，这个王就产生2款无相款的反应。第一款反应就是记载伫咧约书亚记第9章第1节到第2节。今仔日阮咧要读第1节到27节吼，读了有空可能咱就要拜煞吼，所以我紧搁较重要19节到27节。咱若有圣经掀起来看，对第1节看到27节，咱就会通知影，即个伫咧当时即个迦南地遐个王，迦南地本来就有一寡王伫遐占领，伫遐王就产生2款无共款的反应。第一款反应就是记载伫咧第9章第1节到第2节，迦南地的这个王组成一个军事联盟，要甲以色列百姓安怎，以色列人伫咧遐相谈，因为因知影。高城吼，伫咧遐甲以色列百姓相谈，一定会输，毋是伊的对手，所以爱安怎团结起来，对抗以色列，才有可能得到胜利。而且对爱城这件代志，因攻打2摆嘛，攻打2摆，以色列绝对会赢。迄款的故事已经安怎，因知影讲，因以色列百姓捌输过1摆，歹输1摆。所以，迄个神话被打破，所以因搁较加强讲，这个这个埃及顶悬的这个王，因要甲以色列百姓相输赢，搁刣1摆。不过咱伫约书亚记第9章13节，第3节到15节，咱看到迦南人另外一种的反应，迄款反应就是伊有一款的人叫基遍人，基遍人，基遍人做代表。伊认为讲家己无法度刣赢以色列人，所以伊主动咧甲以色列人安怎签订合约、签约吼，签订约这个约定不过因其实毋是用光明正大的方法甲以色列百姓签约，因用啥？用伪诈，就是那种诈骗集团。
我会记我有一遍伫咧以前教会学师，就亲像，迄是因为上年大学，我就是上年大学咧分享演讲时，我的手机啊直直弹。哦，原来是阮爸打电话互我。打电话有啊，我讲到山了后，我就紧敲入去，问阮爸啥物代志？伊讲拄则吼，你是毋是互歹人掠去？声音足响的啊！我讲无啊，我上年大学我咧讲道分享，那遮厉害？诈骗集团竟然知道我在讲道，可能我没有内鬼竟然知道我在讲道呢，竟然知道我咧讲道，咧讲我咧分享。这个时间伊就敲互阮爸爸，讲我互爸车爱赎金啦。加在阮兜无啥物钱，所以我早可能就回本啊千万币安尼。当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诈骗集团啊！吼，咱都被诈骗集团欺骗。我相信，咱的姊妹咱拢有即款的经验，阮母也嘛有即款的经验，今仔日这样，伊嘛是打电话我，但是迄阵啊，我是伫个是阮小弟的代志，所以有真侪的方法，咱今仔日看到即段经文内面，咱看到这个欺骗人，因就是安怎？因就是认为讲家己拍袂过以色列，所以去讲好啦。讲好的过程就是用伪造、用诈骗的方法来讲好，因为因知影一件代志，真重要一件代志。申命记20章第10到18节，这个欺骗人因用这个圣经内面的记载，伊嘛知影清楚，好，这个以色列人因咱来看看倒一款的记载所以头一点感谢你姊妹，咱这边来分享的，就是简单的路，无一定是好行的同好的容易走的路不一定是最好的路。伫申命记第20章第10到18节上帝安尼甲以色列百姓讲，才有咱来看。恁离开这城要攻打的时阵，爱对城内面伫遐百姓宣告和睦的话，因即个掠和睦的话应答你，甲你城门开，城门内面所有的人都会为你效劳，服侍你。若唔肯甲你好好的要甲你安怎相待，你就爱围困迄个城，也看你的上帝要将即个城交付你的手，你就爱用刀抬起这一切的难题。只有妇女、囡仔、真生甲城内一切的财物，你会当掠出家己的名义，也看你上帝甲你的收益这个财物赏赐互你，你会当食离你搁较远的城毋是这个这个国民的城，你就会当安尼款待伊。意思就是啥？伊就离远的离远的。这个国民的城了，把你的上帝树立为业，其中竟然有这个转会的一个就唔通啦只有照着了互我，你的上帝所吩咐的，将迄人亚利人、迦南人、以色列人、希伯人、耶布斯人拢灭绝天地，免得因假使你学习一切歹的事，就是因家己的心所行。直到你得罪家花，你的上帝。申命记20章第10到18节。所以，伫遮原来以色列百姓，伊还未进入迦南地进前，上帝就透过摩西启示以色列百姓有关这个相谈的原则，主要两个重点。头一个重点就是内心若对方愿意甲你签这个合，迄个约，你就安怎就定好。无一定会相谈。不过，这个前提就是，这个城市爱离迦南安怎真远第二个重点就是迦南地长地的徛起的百姓，拢爱安怎抬互清气，一个拢袂当谈到。所以，这原因就是申命记20章18节所讲，免得因假使你一切安怎正恶的事，即摆经文顶讲啥，一切安怎歹待人。就是因家己的心灵所行的，对你得罪了意思是啥？咱若嫁互一个拜拜，还是娶一个拜拜，安怎
咱久啊无来礼拜，久啊你开始举香祭拜，久啊就安尼，意思是安尼，安尼咱清楚，安清楚。所以基本人为什么爱用各种的方法来装他家己，是对真远的人来的免死啊，对不对？真远的人来，所以约书亚记咱若详细看，其实是一个教示咱要安怎过得胜生活的一本册。伫咧《以弗所书》第6章使徒行传，即个使徒保罗提醒咱真正要相待的对象，毋是属于迄批的人，咱是属于迄个天顶安怎邪恶的灵，安怎恶魔。所以对约书亚记第9章，咱会当看到撒旦用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的方法，至少有2款。第一款就是用溃烂来赢，遐个山地、高原、沿海的遮个种种的王连合起来，要对以色列百姓伫遐来作战。相反，撒旦嘛会用即个直接的攻势，各种的方法来压迫基督徒。叫这个基督徒投降，咱会当想初代教会，初代教会时常受到这款的压迫，甚至有个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因，落家免拍顺道。咱台湾基督教教会即马已经进入160年宣教历史后，160年宣教的历史，咱就当想象。迄阵啊，回顾马街安怎样传福音、破屎、顶石头，伊个台顶讲道分享，下骹有人顶石头，有相柜，迄个石头敢若留伫个真理大厦遐，互人看，互人记。所以撒旦定用即款的方法伫遐，所以甚至是遮顺道的彼得顺道、保罗顺道，拢是为主来顺道。所以，使徒约翰到晚年的时阵，互人放伫个房门内遐。所以，伫咱即个压迫其实，咱嘛会看到有真侪遮个，比如讲咱信主了后，特别是少年人，因信主了后，厝内面若是真传统的宗教背景，常常为着信仰所有缘故安怎受到压迫，伊回教的国家更较是安尼。所以，撒旦还有另外一款攻击以色列百姓的方式，就是毋通以色列百姓愿意甲迦南人安怎谈和啦，和平共存啦。煞只慢引诱以色列百姓伊安怎爱偶像、犯罪、离开上帝。所以基本人来甲以色列百姓伫遮来定即个用，就是即款的做法。因想讲，阮用即款的方式，慢慢阮的性命就留落来，慢慢阮来影响伊。所以就是诈骗集团来相信。所以试着甲遮个以色列百姓谈和。毋通甲咱伫遐来和平共存，煞只找机会引诱咱犯罪。所以初代教会伫咧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虽然受到真侪压迫，但是这个顺道这个过，就是教会咧生长的种子。真正教会愈是压迫，反倒转来拿幸福。所以信主的人反倒转愈来愈侪。到主后300年的时阵，有一个军事摊顶大地宣布基督教成做一个合法的宗教，所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开始互真侪教会有真侪特权。譬如讲，教会的产业会当免税，咱教会一年爱纳一个政府差不多爱55万的税金，地价税，房屋税啊，什么税拢袂记，税金爱，所以伫咧迄个当时迄个时代免税。传教者也是服侍的人，会当免做兵，会当国家捐献互教会起礼拜。到一个皇帝叫做狄奥多西做皇帝时，进一步将基督教成做罗马帝国的国家。所以教会伫世界顶悬的溃烂力量愈来愈大，迄影响力愈来愈大，但是真不幸，迄个属灵的溃烂愈来愈衰啦。所以咱要感谢上帝，咱有一间新的礼拜堂来完成，搁来咱以后咱也有经过以后，咱就会看。今仔日开始咧讲迄个饼，咱要感谢上帝，就是咱会当差不多半年左右以后，咱有2间完全新的礼拜堂，互咱伫遮将素食做礼拜。但是咱无袂记哩，咱毋是干那素食真正，知吼？
咱爱知影咱的理想甲目标，愿主来帮助咱。所以伫迄个过程，属灵的困难，当人事事开始事事了，咱属灵的困难愈来愈烂，愈来愈衰烂。到中世纪的时阵，咱讲政教合一有无？教会会当决定国家的代志，咱即摆有法度无？有法度无？快乐哦！政教合一吼，所以伫迄个中世纪的时阵，教会政教合一，教会的困难达到最高峰了。但是却是安怎？宏观的时阵，那么最大的权力在手的时候，安怎？腐败就开始。中世纪有一个教皇捌指着家己桌仔顶的金银财宝，对当时同出名的神学家阿奎那吼，伊讲彼得讲金甲银我拢无，阿奎那就甲迄个神学家讲阿奎那你来看，金甲银我拢有啦。这个阿奎那就对教皇讲彼得会当对生出来拜他的人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你却无法度叫拜他的人起来行。即个兄弟姊妹，真正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会当讲好，毋免阁相抬落去，是偌尔啊好的代志。即摆乌克兰就是面临即款的状况吼。但是需要谈和，需要牺牲某一部分的精力，需要甲一寡罪恶的势力咱妥协，安尼安怎？安尼规组害了，拖啊！所以顺上以色列百姓甲基遍人订即个合约了后，即个为了以色列日后吼带来真侪的人所以。比较较近的妈妈就是出现伫约书亚记第10章，吼，咱人搁现伫约书亚记第10章，有5个工过的，才会王听着基遍人甲以色列百姓和了后，因就出兵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派使者去甲约书亚讨救兵啊。约书亚因为甲因立约嘛，吼，已经立约嘛，所以其实以色列百姓因真安怎守约无？守即个约。因为已经有立约，不能安怎见死不救，所以必须要出兵去甲因改变。所以更较麻烦的记载伫个即个撒母耳下21章，伫个大卫做王的时间有3年的期间，大卫就用上帝的结果，原来是扫罗王做王的时阵，违背以色列人基遍的人所就抓起誓，害一寡基遍人怎就做来，带来3年的机会。所以拄则即个上帝就咧讲嘛吼，以弗有咧讲迄个历代祖先所留落来迄个就状。所以我主来帮助咱看到甲对敌好谈，看起来是较轻松的道路，毋免付出太多的代价，就享受一个。看起来真平安的生活，但是问题是以后带来真多的麻烦。为什么咱会互诈骗？原因真多，但是上重要的原因就是，咱讲小贪安怎？小贪那个，什么意思啊？被绑住了啦！小贪那个人啊。被绑住了，为什么会这样？你看，咱会毋茫得到搁较大的财富吼，搁较大的能力，搁较大的快乐，所以咱一直不断咧想讲，咱咧扩展咱家己的境界，但是我家己的境界，咱却袂记哩上帝伫倒位去。所以伫即个可能第2点刚才你真有分享的，就是互咱搁较注意的是。咱爱来看，毋通伤过我靠家己的感官，毋通伤我靠家己的感官。基遍人要安怎样欺骗以色列百姓？因是真远的居民百姓，住伫真远，因安怎？
因穿ผ้喏，挂布、古衫、古鞋，带着旧的口袋袋子，旧的皮带，佮摕出这个发霉，有这个发霉的饼、生菇的饼，互以色列百姓看。虽讲以色列百姓因有起疑心，但是经不起这个基本人这个书架再三保证有无？咱来那种诈骗的过程，再三甲你保证，我再三甲你保证。所以最后以色列百姓永远相信家己目睭所看的，嘛相信家己所听的，所以甲基本人就入这个约。入约是甲上帝面前，伫遐你入约的佮安怎要用救助的方式伫遐咧入约？有一句话啦，讲眼见为凭嘛我目睭亲眼看到，我才要相信。我亲眼看到耶稣，佮我才要相信。我亲眼看到耶稣的这个婚嫁，我才要相信。亲眼眼见为凭，所以大部分的状况里面，咱的感官确实为着咱提供真充足、真正确的资讯，但是有不时啊，咱目睭所看到，无一定会当帮助咱看清这个代志的真相，对不对？有几百度，咱做阵来看，头一百度，无所问，咱来回答，好无？来，这都是个圆圈较大，正面也倒面，正面也倒面的圆圈，来，阿强你讲者，你感觉？左边，橘色呀，橘色，还是要讲橘色的部分，橘色的部分，林志玲，那这样子林志玲，你讲，你觉得？看起来是右边。看起来是右边，这个答案是感官大，然后咱乱看点是，你看到啥？到底是几根柱子啊？几个立体啊？那个柱子的根，那个根有到底是2个、3个、4个，看出来了，看好啥来，咱看这看起。一只枪伊有几支骹？咁咧，你想说看，到底是几支骹？4支哦。这个网络顶管到有啦你等于来说大象4条腿的阿有啊，这样子比，这是低的较长还是宽的较长？对，要感官的，你若无相信，你等于迄个电脑网络，也是讲你画，你就安尼画，你就像安尼来画，到底是低的较长还是宽的较长？感官的。所以现在有一寡人会刻意用感官来误导你。你看连安尼看起来就感觉，到底是安怎？比如讲，基本人因穿旧的衫，旧的鞋，带一些旧的皮带，还有生菇的饼，目的就是希望以色列百姓相信因目睭所看到，煞是因相信伊的话。所以真侪人非常会晓做表面的功夫，伫你面前讲的甲做的是一道，但是伫背后讲的甲做的，佫是安怎另外一套。所以咱袂当过头。我靠家己所观察、所看到的，唔通讲这是我亲眼所看的，我亲目睭所听的，一定错不了。其实还不一定，因为有阵时咱的感官会安怎会误差像这几百步咱就当行知影误差，是毋是？特别是一百咱拢会认为。迄个橘色的是较大，右边的较大，误差其实是感官大。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就敢若亲像有心的人会故意制造一寡假象、假象来欺骗咱，就敢若亲像欺骗人因真刻意要欺骗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共款。
佫较重要诶，就是今仔日两位做见证诶姊妹，拢有亲一刻诶，即个真详细诶分享重点，佫较重点是因拢谦卑下伏伫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来敲找答案，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敲找答案诶过程，就是啥？就是祈祷啊！即个兄弟姊妹。凡事咱来学习，凡事来到上帝面前来敲找上帝的旨意。咱知影，即边以色列百姓无有信仰上帝，因着相信伊边人的话，甲因立约，这是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像是敢亲像伊第一摆讲当爱神的时阵所犯的错同款，借着亚利哥的胜利，亚利哥神的胜利，因伫讲当爱神的时阵，判断失败。大败，约书亚甲回过头来敲找上帝的意，上帝的旨意。你知影，咱的感官咱看到的、感受的，什么时阵是最容易欺骗我们？你敢知？伫咱谈恋爱的时阵啊，因为当咱谈恋爱、谈恋爱的时阵，总是有意无意，甲咱同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是毋是？我甲牧师妹咧谈恋爱的时阵，定定咧弹吉他。结婚了，牧师妹讲：“还没听你弹过几次吉他？”加入敬拜。加入敬拜团。所以，拢会时常将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无好的一日安怎惨起？真侪夫妇结婚一段时间，回来讲，为什么当初我的男朋友变成做丈夫的时阵，我的女朋友变成妻子的时阵，就变成做另外一个人啊？其实两个人对头到尾拢无改变，只不过婚姻前甲两个人看到的真侪拢是外表、容貌、才华、条件。结婚了后，才开始看到对方内在的品格甲价值观，所以在做离婚的兄弟姊妹，因当咱咧敲找对象的时阵，一定爱知影来敲找这个上帝的因敲找上帝的话，求上帝陪伴一寡环境，显明你所交往对象的内在性命的本质是啥物？嘛会当去找你的父母，也是讲一寡熟龄的前辈，伫遐听伊的意见。我相信上帝透过这伊所设立的关系，来帮助咱分辨对方是毋是可靠，值得咱信赖。来到谁人面前？上帝面前。最后一点，咱再来提醒你家人朋友，心灵错误，猜出补救的平衡。被骗了怎么办？继续被骗下去吗？不是嘛？咱爱学啥？学爱有紧张的时，接到电话紧张的时阵，爱打165，采取补救的行动方式。爱知影，爱知影。所以以色列百姓甲基遍人因入约了后的3天，以色列百姓甲发现讲基遍人原来是迦南地长地的百姓，离因安怎？足因迄人隔壁尔嘛。你看诈骗那么恐怖骗很远的安尼就因都知影因的对个法度所以以色列百姓因真受气，就因的收敛发怨言，因为立约的决定是这个收敛所做的。所以约书亚甲这个收敛因承认家己犯错误，所以因做一个决定，就是遵守因的约束，用稳基遍人活来。所以讲，安尼以后对伊真麻烦，要长期付出金钱提互这个基遍人因的引诱卖偶像啊！所以基遍人用诡诈对待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的领袖选择维持家己真正的品格诚信原则对待基遍人。所以基遍人引诱以色列百姓去犯罪拜偶像的可能性其实还阁真悬，但是当初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爱要
甲人对所有的百姓、居民的原因就是伫遮。所以约书亚甲小领，因为伊伫上帝面前来起誓，讲要留基遍人来活，但是要安怎伊面对基遍人，会当带来互因威胁的，约书亚采取一个做法，就是命令因正做这段甲将来圣殿内面伫遐做啥？做其他的即泡茶、打水或者落雨，互因伫遐来学习信仰的生活。所以这两日姊妹，教会有真侪无共款的这个服侍事务，我真希望每一个姊妹，咱拢持守来参加、来参与，持守来参与，互咱有拄些亲戚基本人共款，要互扭去啊，愿主来保守帮助。咱每一个人一生中间难免会犯错，做出一寡错误的决定，但是咱尽量伫遐来谨慎。求主来保守，同重要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有拄时啊，咱会看，最近常常咱拢咧看，咱几个社会、几个国家存在真侪问题时，咱毋通袂记，咱若是社会的一份子、国家的一份子，咱嘛爱安怎审查家己。真正有错误，咱认错。伫厝内面，伫教会内面。这是牧师嘛爱学习的，咱做阵来学习。咱讲实在话，认错很不容易，对不对？认错很不容易。认错好像显示家己无够聪明，能力不足，但是当咱真正认唔对的时阵，无得讲，佫有真侪落井下石，甲真侪错误规伫咱的心上，盖棺要承受。所以，即款的压力，互人无敢、毋敢承认伊个错误，但是咱爱改变即款的光景。毋管别人认不认错，咱爱对承认家己的错误开始。无论是教会、是家庭、还是工作的职场，甚至国家社会，求主帮助咱，互咱爱看到咱应该爱承担的责任是啥物。主的恩典、教会的内容，愿主嘛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爱祈祷，敲找主的旨意。要安怎来做，就是参与伫咱的即卖小组团体内面教会的生活。咱有祈祷会，咱有读经，咱有伫网络线上会做的分享，愿主来赐福帮助咱，加上咱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知影。阮是真容易犯错误的，所以你已经明白你的听的囝甲所祈祷，千禧年来甲圣经为阮的罪所犯的错误，定是伫定，因为主耶稣已经为阮付出代价，但等阮本来爱受的刑罚，所以阮愿意勇敢承认家己的错误，主啊，求你赏赐我哋伟大勇气来采取行动。补救阮所犯的错，补救阮遐个错误所带来无好的影响，来减到同体，甚至诚做祝福。所以阮求你来帮助阮，透过今日即段经文内面，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较警醒，互阮来操作主的旨意的相信，互阮会当安静的心。为了教会头前的路，阮搁一个献上阮的代祷甲感谢，求主怜悯保守帮助阮，学习会当无互诈骗集团所骗，愿一切荣耀归于你，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咱即是来回应上帝的意，咱来用信息475首。信息475首，第全首，请起。Amen.
请坐。这是来报告。咱来看咱的州部本州甲下州的服驶的同工咱就来看咱的州部有错误咱再甲咱干事来更正。再来看咱的聚会的人数甲户型咱组织的聚会内未参加团体还是小组的部分咱欢迎咱的孩子姊妹会使做伙来参加。咱来看咱的本会的消息教会的修缮第2阶段已经展开，咱来邀请咱兄弟姊妹会使加入林口教会、南靠教会修缮双重更新的祷告月，目前一个群组祷告的群组，所以到咱的听咱杨小文姊妹甲咱的简易杯姐妹两位的背景，就是我们在群组里面都是有在做为了教会的修缮来做祷告。我们前面的几天是为个人的部分，接下来会持续我们为我们教会的修缮来祈祷。咱来透过咱的定价的祈祷，更新修望咱的教会，咱个人的生命更新，迎接神更较大的祝福。第2点，做日下晡1点，邀开定期的幼儿园当属会，咱来请咱的相关的同工李万新来参加，会后会邀开小会。第3点，有订购咱每日读经事业兄弟姊妹，咱再来咱的干事来领取下一季的册。第4点，咱的儿童主日学儿童体适能综合班报名人数一些的原因，所以咱今仔日甲下主日人手不足，咱停课。咱为第4月开始，我们目前停办体适能这个部分，咱兄弟姊妹知影。第5点，咱教会停车的部分周日咱较早教会会友，咱把咱的车停在我们的草坪，咱甲会使停8台车，停满以后，如果有划停车格的部分，我们再去停。那如果真的是挡到车道的部分，咱礼拜刷一定要先移车因为保持我们车道的畅通再拜托咱的兄弟姊妹会使先把咱的车停在停车场咱一楼有位。第2点的部分就是咱今年度上半年的幸福小组已经来启动了，所以讲目前有5个小组来投入幸福小组所以第1个小组是爱在竞赛组，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运作，是拜五暗时的8点到9点半。第2个是民农幸福小组拜6下晡2点到4点。幸福的种子是拜6的下晡暗时7点半到9点。提摩太是拜6的暗时7点半到9点。普罗斯的幸福小组是礼拜这时间更正是3点半到5点所以讲这5个时段，咱有新朋友会使邀请大家来那第7点，林长青弟兄的告别式3月19号拜6早时11点，在板桥殡仪馆崇仁厅举行咱也为了伊的遗嘱来拜告求主来安慰甲扶持。目前交通车阁有10位咱若要坐交通车，阁有10位咱早时9点半在竹林路家集合出发所以老师再来给咱干事来登记但是甲老师讲，目前阁有10位如果搭交通车的部分咱到介绍时间来看关怀代购的部分咱为了在家调养的兄弟姊妹蔡荣达、红菜橘子、刘金龙、柯玉、林学仁、马金、数学仁、曾文德、林林、杨玉珠、郑明霞、林林敏珠、徐建林、吴金泉，段义的洪本等弟兄给妈妈，咱为了咱身体看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也持续为了咱的1楼的礼拜堂的修缮咱3楼差不多为了1楼的修缮来祈祷甲奉献咱的奉献的部分若是有点咱赶快给咱的干事来反映这时咱来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咱来到咱今仔日的经句约书亚书第9章19节来咱做伙来读敬书立对着活动为以及摇花一些的准备对你祝福当然这时咱来上云500字首上云500字首上云煞咱请咱牧师来祝福
天父上帝听靠，圣神的相托，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